车台湾看世界，来看澳洲爆发着上大规模的大停电，受冲击上大的是西班牙甲葡萄牙，法国的南部嘛有影响。安尼无张持来断电，毋那车红灯停止运作，铁路嘛拢瘫痪，各地场面是真混乱。台湾的留学生讲，从来毋捌拄过即种的状况。那西班牙的总理桑切斯讲，目前也未确定失电的原因，会全力来调查。那民众是希望赶紧通电，先互因正常的生活。铁架路失电停伫风高野外，人客外口这好心的人加长沿线网啊补给物件，市区路边因为铁路停驶等公车要机场，民众排有够长。马德里阿多查车头真个人客被逼留伫遐。伫车头咧顾行李，有的一日涂骹，有的一日楼梯，人客表情拢真无奈。这拢是西班牙、葡萄牙大停电后的画面。交通受到影响，警察伫路口指挥交通，因为失电，或者交通号志嘛拢罢工。这件最近几年来澳洲历史上上大规模的失电的事件，互全世界拢着惊。当地时间2月中昼过了后，无已经大规模的失电，影响上大的区域就是西班牙甲葡萄牙。少部分南法的地区嘛受到影响，伊比利半岛号志交通交停，民众的日常生活拢乱去。都没有，他们还说这什么100年什么难得一见这样子，超市都在抢食物啊，抢水啊。然后因为停电，大家就跑到街头上面什么玩桌游啊，然后唱歌啊什么的。伫西班牙读册，台湾人嘛着惊，即摆西班牙毋若拄着大停电、断电、断网，佫看到人客伫行铁机遐路，即款大规模停电，民众敢若是要问讲到底为什么？Provocado esta desaparición súbita del suministro es algo que los especialistas aún no han podido determinar. Pero lo harán. The city is working, the people are working, the transportation is working, the hospitals are working, and so I just ask people to keep calm and serene. That's very important at this moment. 虽然部分的电已经大恢复，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大规模的失电？又过什么时阵才会当正常的生活？当地民众拢伫等答案。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